马可福音第15章。第二日大早，祭司长赶紧同长老、经学教师、老议会全体参详，议定计划，佢哋將耶穌抬起來，寄送交本比拉多。比拉多問佢講：你係猶太人嘅王嗎？耶穌應講：這係你講嘅。祭司長告耶穌千多事情，所以比拉多又問耶穌講：你看，佢哋講你按多催命，你冇愛回答嗎？耶穌還係唔講一句話，比拉多感覺奇怪。當年叛國節，比拉多照眾人嘅要求，用一個囚犯，拄好有一個人名唤到巴拉巴，佢同佢哋在叛亂中使人嘅叛徒關強下，太重氣息，要求比拉多照慣例為佢哋判這件事嘅時節。比拉多問佢哋講：你哋愛嚟為你哋標猶太人嘅王係嗎？其實比拉多明明地，祭司長係因為嫉妒，想將耶穌交本佢嘅，仲係祭司長煽動眾人，要求比拉多為佢哋標巴拉巴。比拉多又問眾人講：按樣，你哋稱作猶太人嘅王嘅，我按樣辦處理佢呢？佢哋太上喊講：將佢當十字架。比拉多問講：你到底做乜嘅壞事？佢哋還卡太上喊講：將佢當十字架。比拉多為咗愛得到眾人嘅歡喜，就將巴拉巴本佢哋，又命令將耶穌鞭打，然後交本人去當十字架，並且將耶穌帶入總督府嘅庭院度，又喊全吹漆黑。佢哋老耶穌作一輛紫色嘅長袍，又用net嘅編一檔棉料，撈佢戴頂，然後對佢行禮講：猶太人嘅王萬歲！佢哋又用藤條擊打佢嘅頭顱，用荷蘭劈佢，跪落去拜佢，滅殺說：佢哋將佢嘅紫色長袍脫下來，撈佢作自家嘅衫。然後帶佢出去當十字架。在路上，佢哋遇到一個人，名唤作西門，拄好對鄉下入上來。佢哋強迫佢替耶穌騎十字架。西門係古利奈人，係亞歷山大老魯父嘅阿爸。佢哋將耶穌帶到一個地方，喊到各各他，意思就係頭那學嘅山頭，在嘅位。佢哋拿參沐浴嘅酒本耶穌啉，仲係耶穌唔啉。然後佢哋將耶穌當在十字架上，又出車尾來本佢嘅衫。早晨頭9點鐘嘅時，佢哋將耶穌當十字架，有一啲牌嘢寫定佢嘅罪名講：猶太人嘅王。佢哋又將兩個強盜同耶穌向下當十字架，一個在佢嘅右邊。一個在佢嘅左邊，對一個未經過嘅人侮辱耶穌，搖頭講：你哋愛拆升天3年的將佢存緊起來嘅，你下叫你自家對十字架當下來呀？祭司長老經學教師也強樣恥笑佢，彼此講：佢救了別人，啥無法度救自家？基督以色列嘅王啊！你下對十字架當下來，本挨到看，挨到就相信。奉耶穌向下當十字架嘅人，也按樣受納佢。講做嘅事，太天無暗，約有3點鐘久。到下晝3點鐘嘅時，耶穌太上喊講：以羅伊，以羅伊，拉瑪撒巴各太尼。意思係講：我嘅上帝，我嘅上帝，你做乜嘅標停啊？順頭起定嘅人，有到聽到就講：看啊，佢很以利啊！有一個人走過去，拿一袋海綿浸酸葡萄酒，然後踏在藤條上，
拿本其啉，讲：等一下，我就看日历啊，我来救佢下来么？耶稣太险一生，就团起尸体，挂在升天度嘅布帘，对当个倒带下列作两杀。骑在十字架前嘅一个军官，看到耶稣太伤险老死嘅情形，就讲：两人实在是上帝嘅来。还有的妇人家远远起定看，其中有马太拿嘅玛利亚，又有些雅各然后约瑟嘅阿妹玛利亚，同撒罗米。耶稣在加利利嘅时，佢哋就聽定佢，也服侍佢。還有其他好多婦人家係同耶穌共下來耶路撒冷嘅。臨暗暝，亞利馬太人約瑟來到，佢係一個受人尊崇嘅議員，也一直盼望上帝國嘅實現。今日係一批日，就係安息日嘅前一日，約瑟大膽去見比拉多，要求處理耶穌嘅遺體。比拉多聽到耶穌已經死咗，感覺真奇怪。佢喊軍官來問佢耶穌係唔係死咗很久。對軍官了解實情後，比拉多就將耶穌嘅遺體交俾約瑟。約瑟買了麻紗，將耶穌嘅遺體取下來，用麻紗包好，並在石壁築成嘅墳墓地背。又將一塊大石頭掙過來，設定門口。馬太拿嘅瑪利亞，然後約瑟嘅阿妹瑪利亞，又看到安葬耶穌嘅所在。